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咧》，我是钟英权阿 Q 妹。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讲乜嘅喏？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嘅也係來賓哦。我知道大家看到佢可能會知道，上面依種前一部嘅就來上過《福喜來》嘅哦。冇唔錯，佢上一擺來嘅時節啦，係田定一個樂團，按到民歌採茶樂團，也係一個青菜地嘅董事嘅一個樂團，韓國創業太普強嘅歌嘅，韓國客家講到當好。今日佢來到《福喜來》嘅節目當中，唔係愛講也樂團咯，愛講乜嘅？愛講泡菜，愛講也泡菜呀，滷嘅安樣嘅菜。來試下佢分享，今日嘅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，呢帥氣的泡菜手Queen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古關白鷺泡菜Queen，今日來介紹我自家做嘅泡菜。分享Queen來到節目當中，我也嚇感覺吼有一些咧冇關係啊，因為上擺看到你嘅時節，係啲講音樂，講發行新專輯，講表演，講做故事。一條玩樂團嘅一條故事，唔到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唔係講你做鼓手嘅故事，係講你做泡菜手嘅故事。泡菜手對，係做乜嘅？我本其實你也嘅身份係同時係鼓手，同時咩係泡菜手，都有啲嘅做。以前都係搞樂團打鼓嘛，兩晚上來有淵源啦。打鼓係嘛安尼嘛，兩晚切菜嘛安尼，我都想兩冥冥之中有注定是嘛，有訓練啦。對，會不會拿到這樣訓？原來後面注定要切菜的嘛。切泡菜咩按樣切嘛，對不對？以前仲喺度攞擺搞樂團搞打鼓安尼啦，係後擺都係老人家都係做到關節炎啊，手腕都賣發炎嘛，都被徵召轉去啦。本間徵召轉去做泡菜。鼓手頭前一路以來都啲嘅做從鼓手同鼓相關嘅工作，啲台中嘅單位。係搞後裏頭嘅樂器公司，專門做嘅爵士鼓嘅。個如頭嘅樂器行搞打鼓啊，學校帶社團啊，嗰時細漢都打鼓都想以後都係朝了音樂之路前進。對。以後都係要組一個搖滾樂團，做搖滾樂團嘅鼓手啊，可能一輩子都會安尼嘛，過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呢。結果殊不知還是有一個樂團發生巨變，還係一路以來還係啲搞樂團啦。係啦，慢慢喺度搞樂團。唔過也平常時可能拜一到拜五，拜一到拜四可能都啲做泡菜，拜五會練團。兩萬算係全職嘅泡菜手。算全職咯。全職嘅泡菜手，唔係鼓手咧。係愛固定愛練團啦，對不對？固定大禮拜總係練。所以就是也算是主要係做泡菜有閒的時間來練團這樣子。慢慢變嚟啊。對，有動態嘅變化。唔過其實從我轉到烏卡來繼續來做泡菜，咪係因為泡菜也在行業係烏卡人開始做嘅。係。聽講烏卡係一路以來都做同食嘅東西有關嘅。吃細漢都係烏卡都係賣客家美的小吃。蒙麵啊、湯麵啊、肉燥飯、滷肉飯嗰種，因為以前該來來往往該菜茶東多啊，總係頭講甜20鋪嘛㗎，嘛就賣過。好可愛哦！養鳥。跟牛肉腿。牛肉腿，好可愛哦！還有不就係牛不卡條白嘅。該算後輩數嘅，卡以前個卡細件。還有含個細件，就係條白就可以按用嘅，有一點像是。一條太條嘅蘆筍烘嘅一件點嘅，算類似驛站啊，本面，見總係頭講假水，你看看有在大卡車頭講沒有？有，假水。係24小時哦，就個西螺有嘛，西螺變離山嘅建設，我在菜變水果，總係同5點講停啊你啊。頭擺還冇嘅便利商店嘅時間，嗰時冇。就是你也不感覺便利商店。該時總係買個兩道後擺。哦，好可愛哦，好華麗的感覺。嗰時候其實其實按用嘅店嘅對古關亞洲蔬菜來講，其實係非常重要嘅，因為你可能一條路好冇幾多間按用嘅店做嚟休息。嗰時正經，嗰時都係到
古关讲有饭店嘛，还该餐厅。啊，不过餐厅佢无法度加水啊，系啊，更加加水喺东边啊，人家水建讲安太佢加水喺东边，啊，佢爱赶时间啊，系啊，仲喺度講甜啊。古時候就可以已經按用嘅店，啊，還有用會開始來轉做也泡菜呢？嗰時都係921，應該差唔多國中嘅時，國二啊，國二嗰時921，啊，鐵通落去啊，規個山上仲啊無生理啊，啊無人啊。崩山啊，嘛個嘛個土石流種係東洋種，啊，嗰時幾條路種啊無人啊，啊，其他人種啊呢哦，啊，唔過無人啊點嘛喺度講，啊嘛係等伊開嘛，係開的，係開，啊個有擺時到鄰居啦，已經買200 K 啦，買100 K 啦，安尼，嗰時係安尼，啊嘛係見開到係幾時講啊，無人嘛係開，啊見開到後背開始台灣就是韓流開始喎，韓國偶像啊，嘛個韓劇啊，開始有韓式泡菜流行嘛，啊啱啱都想講，佢嘛東有滷嘛個鹹菜啊，滷梅啊，滷嘛個就會梅，韓家人都會滷嘛，啊叫做啊冇兩蚊流行韓式泡菜，冇佢嘛來做。看韓劇看到會做安樣。因為學嘅東西都類似化學都嘛個加嘛個可能會變嘛個梅，啊佢都研究一下，佢都做啊，嗰時都921了，過多年這樣開始轉變，啊做泡菜啊呢。所以咩都好，因為經過921過後有一個動態嘅轉變，唔管係對一隻蔬菜嘅天氣環境來講，又係對一片嘅人來講，全部都影響動態。嗰時候還有就開始來開發按用嘅泡菜，啊唔過也泡菜其實有講也係客式泡菜，同家一開始講媽媽學做嘅韓國式嘅泡菜冇乜嘅共用嘅，錯冇？客式泡菜佢不單單係名字上面的某種款，嗰時我都想講，我都問阿妹講，我轉去食嘅時，我都問佢講，奇怪啊，特啥仲好做韓式泡菜，啊，下家人都東條路，啊，做埋做一個梅頭出來，做一個梅頭出來，啊，我轉去第2年，我都想講，安尼我轉做一個蕎梅，啊，不單是大白菜口味，想說，客家客式應該是有一個梅，我都開發出當多無相關的梅頭的泡菜，同埋變配上有區別。唔係講現在紅色仲有間梅奇怪，都仲有差唔多啊！我做一個梅頭，我都統稱佢係客式泡菜，客家人自己做的泡菜。因為客家人輕微的、輕強的，就是做一條滷的東西啊。比如講鹹菜，那就是最基本的嘛。對。應該是最原始的水，我們的泡菜了。北到南，東到西，全部都有冇共用嘅鹹菜，對不對？鹹菜大家都會滷，啊，家沒有講，也都沒有滷嘅梅耶。梅油。對，梅咩油？啊，唔講，我知道，也中埔也片上嘅客家，最有名嘅係係滷嘅雞。係雞。對不對？雞就是正經冬天片。哦，雞正經好食。呀，你沒吃到好食，因為上係後上一批嘅後上客家人，你沒吃到當好食。係因為人細漢都有食啦，啊，兩晚可能人佢可能都較唔啲，啊冇都較唔敢食。亞拉嘅敢什麼？應敢唔敢？唔敢食。佢上嘅雞咪想講，佢都冇熟到你去食安尼啦。因為東市嘅雞係生肉滷嘅，生嘅豬肉，剛剛講到，係個下工。係係嘛要下工，啊嘛要削掉，嘛要。啊，後上一批唔敢吃咧。後上一批可能都唔敢。啊，唔過技術係做得了的啦，啊，客家人就親口做呀，發酵嘅東西呀，滷嘅東西呀，比如講像呀哈，今日我來同大家來紹介一條客式的泡菜。剛剛講到輕經典的口味，咩係肉眼看上去，節目可以來當接群韓國的，像按用鳳鳳的這一款，這個是客式泡菜。客式泡菜。對，也同印象當中韓國式的泡菜有乜嘅冇共用？韓國的泡菜我是當多都係以較種蝦醬餅、魚露、糯米粉，佢做起來會較黏多。個安尼，個啊水分冇咁多。啊，客式泡菜我都想講，台灣以前都係是個台式泡菜，台式泡菜
较习惯嘛。酸甜，然后米又冻冻的嗰种。啊，我个就想讲，我洗好的时候，我洗骨气头卖个出豆腐，啊，其做个我都说，敢每冻好食。嘿。啊，我个想讲，韩式泡敢每特冲，啊，都糊糊，啊，我就想两个东西有冇结合起来，它有带辣味，对，但是又不会太甜。啊，嗰时就许多个蔬菜的甜味，并且那个脆度。有。啊，个唔可以种唔系太咸，韩国泡菜较咸嘛。对。因为它要保存较久，都像人抗人，跟以前做卤东西不用冻咸，冇不用咸，冇不用咸都会坏皮的嘛。啊，我都改良冇按咸，你可以直接单吃，不会说一定要配饭。对。但是韩式泡菜一定要。经常爱蹦东西，一定要蹦泡，哇，原来係聊科式泡菜。对，按用嘅我知道，对于台湾人来讲，应该係大部分都做得来接受，因为韩国式嘅泡菜，刚刚有讲到，就是有那个鱼露的感觉，也唔係按台湾嘅调味，按用调整过後就食起來，它接近人氣嘅味道，啊，唔過又有一些的小小的韓國的口感的感覺。不過還有講到有關軍味加布卡嘅泡菜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先，休息下，等下再個陣來。好，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哦，呀，今日係愛講泡菜，啊，唔過做泡菜嘅年紀，其實咱個嘅身份係鼓手，係民歌菜車嘅鼓手，分享軍味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剛剛有講到做泡菜嘅一個做乜嘅會轉到烏卡來做泡菜，韓國烏卡一開始做乜嘅會開發泡菜這個商品，啊，唔過軍味還有咩講嘅自家嘅想法，想要留去做呀，下客家嘅版本，韓國對於家嘅做泡菜嘅內容其實佢咩有堅持哦。做泡菜佢啲都不用嘅東西，相關嘅那個材料成分表，其實冇乜嘅東西，對不對？就清簡單呢。我做泡菜我係想講都係讓人家吃到最單純的原味。啊，底度都係可能都一般 NFC 都鹽啊、糖啊、辣椒粉。蒜頭啊，基本上的架構，每一樣產品的架構都有差不多的安尼，啊，唔過給的比例，我都有做調整。糯米醋啊嘛如啊，都凍蛋選啦。啊，唔係像市售都係，該凍凍啊嘛唔知幹嘛。佢唔食啲東西。咱都會延續傳統的方式，啊個講一些藝術是個較天馬行空的想法。啊，做調解每套出來。係安尼。天馬行空嘅想法，等下做得來同大家好好分享。啊，唔過呀，變嘅東西當然就係因為愛食咧嘛，自家沒愛食，親戚朋友可能沒愛食。我說清淡水一開始就會想要來做清淡水，冇變乜嘅加甜嘅東西，按用嘅泡菜。嘅按用嘅泡菜，其實喺做嘅過程當中，係唔係按用就做得？做唔得不用太久，應該按用講，同像韓國的泡菜比起來，它的保存期限跟條件。像保存期限的話，差唔多都係像小黃瓜，較是唔得不用。可能20日都是拍的。啊，韓做的不用都15日，今日吃到身會做得咯。啊，前後的差唔多10日。以前都是拍安尼前後。因為迄講自家做的，自家啲烏卡隨手滷的，按用嘅小黃瓜嘅話，可能感覺不用3日，感覺就差唔多誒。因為做法可能冇咁快。對，可能就不用冇按究。因自家其實我做我們當做都會講，在家裡自己做給做出好吃的泡菜讓人家吃，它是簡單的。啊，唔過都係缺點都係是唔得不用究，因為冇加嘛該。有某嘅添加物啦，對，沒有防腐劑也掉啦。他都會比較期待說客人，佢買咗意思係到新鮮蔬菜嘅原本的甜味、脆度，對，都係盡早使用完畢。我聽講安尼係較好啦。對。啊，唔係講唔買罐泡菜仲要實在不用3日、半年。
你是都该好，该总好出去啦，还讲 fire pad，该都冇好事的嘛。古说不用救的，过后加个口感会无嘛该强用，口感会不够。不变，以前我做较太惯啦，做2斤的。哦。不过假时我讲，奇怪，就会你靠做是按旧将个转来买，见到看太惯的，唔好吃啊。我就后尾就改讲，安尼1斤的较好。新鲜吃完，对，新鲜吃完，因为我们没有添加任何东西，我觉得新鲜吃完那是最好的。不过爱做的吃的东西，爱做的冰都比如讲2个礼拜，就同个制作的过程非常嘅有关系，懂冇？因为你做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专业嘅方法，将有办法本其冰到较久度，唔会按脚就坏脱，因为会冇加添其他的东西。其实嘛冇讲嘛个专业的方式啦，都会替你挑选食材是，我比较龟毛啦。这就很难的耶，挑选食材。我连去买个白菜，要不先劈个妹。泡菜劈起来就泡菜给你写。冇，因为泡菜给劈了，跟妹都味道很奇怪。形容一下。当然。嘛跟米西黑，你知道哎，好的泡菜，好的泡菜。可能做叫唔劈动了，了做有意思个，唔知嘛个手入妹系嘛个都会。个新鲜的唔劈，了菜都是的，名起来加个脆度啊，新鲜度。我在回想。对，像杏鲍菇，如果你可能做，无按切无按 Q， 佢都会拿到个可能比较刺激品。这个硬度跟密度是比较高的，来拿杏鲍菇。如果杏鲍菇它刺激给它粉，给它较粉，没有那么扎实，佢都不用那么久。譬如讲，如果你拿个白菜给越南的，讲到红叶跟菜切得唔好吃。因为泡菜要的这些东西要比较冷，很的素材，对，温差要大。越南嘅红叶跟菜来，如果你做都是，跟菜做按粗按卤，做不用咁久，不用咁久可能嘛係殺青啊，冇裝好，殺青嘛凍香肉嘛，你殺青冇裝好，跟菜出來會苦。殺青就是一開始因為滷的時間，而不用鹽呀的，而不用鹽，你倒燒嘛就髒啊。嘿啊！你倒燒，你不用太燒啊，嗰就苦味。等下你不用太多，菜就太綿。不變安尼。過來都係該脫水時啊，你個水分一定要裝下別糟。別糟了像小黃瓜我們洗好，我個會裝個8先生的水。N7加水的個水，都洗過一遍。有的東西我們個不同的做法啦。对，所以小黃瓜其實是得不用按久，可能不用到10年、11年，按講如果你不用3年都，一般人就唔會按用做，就冇辦法不用到按久的。都會過程啊，你的食材新鮮，你的製作過程，過來你的冷藏度，對，總係就這樣用。像按用泡菜，按用佢滷的時間，其實你先剛剛有講到你先用嘅泡菜，剛剛有講到越南嘅泡菜可能是冇按好食，不過其實你自己沒有在實驗，比如講喺台灣自己嘅泡菜同韓國嘅泡菜，聽講你還要係先韓國嘅泡菜來做。以前開始頭做，我爸並我咪頭做嘅時，係用梨山嘅片嘅。就是咪用總鋪嘅片梨山嘅泡菜。福平鄉梨山講嘅白菜都係在地嘅食材，開始總係用過。梨山嘅菜嘛，當好是當條，佢都係水分太高，雜質嘛太多。我轉去食，我講嘅奇怪，條菜做起來要花很多時間啊。我都想講，我望試過用韓國整條嘅泡菜，跟泡菜，較細上，較貴。成本又更高。對，唔過做起來奇怪梨山的比韓國做起來空款，做出來個數量，唔過處理的時間大概少了1.5倍。韓國有處理過。今日菜來較醬硬度較高，水分冇咁高。台灣的菜水分太高，做起來個通通水太多。所以好神奇哦！因為你看做呀滷的按用嘅，像是韓國的這種按用嘅泡菜，還係用韓國的泡菜整的滷，感覺較好食，比較有效率啦。對，效率都好吃，但是效率真的差很多。我有2個用梨山變台灣的，
不用向他做，试看看安尼会较好嘛。啊，不过后面讲啊，该处理太麻烦。你真的好有实验精神对对对，啊，像梨山的菜，唔头杀青的时啊，影响都会较少。啊，韩国的影响都会较多。就会较多，因为他们的本质不同。对对对。对，古时候讲到安优，就系因为其实因为佢亲有嘅信仰嘅精神，佢还有咱个伊个产品按到马告杏鲍菇，也没人想用来做泡菜，做到按到品相嘅杏鲍菇，这个品相都有。其实杏鲍菇他也知道啊，杏鲍菇就杏鲍菇啊，对，超级加有讲到用慢来掏下扎实嘅，啊唔过除咗掏以外，连呀杏鲍菇用嘅来切。均维都上的东西，生腌的东西。系杏鲍菇外，嗰时都系品相经开发啊嘛，开发出来，啊都提到经转啊杏鲍菇，新下讲的杏鲍菇嘛当好些。啊，唔过杏鲍菇都有分民营种的较好，啊外东都间，嘿新下的，新下的东都间啊，种下试过，我有试过两件事的，对，啊它的硬度啊、脆度种下同好，啊就讲阿莫来开发杏鲍菇泡菜好了。我都想讲，不然再过来，俺还有讲，你那么多泡菜，那么多很多种哎。俺就讲，我试试看啊，很坚持。对，啊一开始都有做条状的啊，片状的啊，啊嘛给状种下去啦，啊还有包都会定案都会用滚刀的方式去做目前的这个方式，好好吃哦。对，它的香味是比较不一样。因为奶酪豆卤味可能加个水分会去掉一些，就不会按抖碎，就不会像按用一般用助味杏鲍菇，它会很有水分。对，不过按用腌制的，人就会是说，按用跟杏鲍菇会不会没那么有水分？不过你跟它一切，它是很 juicy 很多汁的耶。对对对，因为杏鲍菇做的是要先汆烫过。汆烫过后，跟你用盐巴去杀青做出来的味道无相款。汆烫过后的甜味要卡出来，煮过的是该水状化是甜的，杏鲍菇的甜味，啊煮过这样落去卤的，一开始嘛无种嘛干嘛高变花椒嘛无啊，都会单纯的一般的泡菜酱，一开始啊，那都不用落去细款，吃起来好像没有什么，不太搭，不特别，不特别，还要特别，就没有什么，就是人家是这个不是泡菜的酱嘛，干嘛会空口嘛，俺就想讲啊无爱变是花椒还是嘛个辣的某空款香料呀的，那都不用花椒，不用落去，好像变较好啊，酱料够调整一下，啊去啊够营养，够营养，然后想讲，该山红该马告，原住民总会用该马告去腌制东西嘛，该东香有该柠檬香气，然后想讲，马告跟花椒其实也是差不多科属性的东西嘛，我都压碎啊落去。够做一个新的酱，够营养。是的，做落去卤落去1个礼拜，几干柠檬香会出来，马告就跟柠檬香，都有一是辣辣的，又有花椒的香气，又有马告的柠檬香，还有不2年都定案嘞，都会2枚。这个很成功我想到你看泡菜，这样子卤的东西，做出来按到中变法，还蛮同大家讲提到先休息啊，等下再个讲来继续种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又真到复起来咧！我是中医圈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權威來同大家來分享佢做嘅泡菜。其實泡菜做得超過想象嘅東西，滷嘅東西不但佢就做得有當到變化，尤其係客家人就安會滷東西嘛。家權威有同大家來講到，除咗按用泡菜拿來做嘅泡菜以外，還有杏鮑菇咩做得拿來做泡菜，而且這個口味還難愛開發咯。對，然後還有其他的品項，比如講有看到小黃瓜，對不對？還有海帶芽，
其实有东多种亚菌味都有啲嘅做，唐贡还是一直陆陆续续有在实验嘛，对不对？对以前甚至还有含卡豆嘅品相。对对，所以你看有按多种嘅泡菜，啊，不过也按多年来台湾开始流行一种泡菜，很多黄金泡菜。头摆我们蹦嘅出头腐味是那种像是水泡菜的这种台式泡菜。台式泡菜，对啊，还有也按多年来就开始流行这样子的黄金泡菜，人家都没有做黄金泡菜。嘿，黄金泡菜都是算较好补的是应该种开发啦，因为我吃较无失甜的东西。哦，他假年无按好，所以甜应该没吃到。较会含变辣，他假年较会含变辣。啊，甜的东西我吃都无好，都像该科式泡菜鱼露虾酱我都无好嘛，我都吃种啊，吃口味嘛。对。啊，黄金泡菜我想讲，啊无两按多人根本，好补的啦，好补的。啊，都市人较多啦，北部的人懂人较多讲啊，老板怎么没做该黄金泡菜？因为这口味很普遍，你去超市都看得到黄金泡菜顶个卖。嘿，对，都差不多了，可能6、7年开始东有是了。嘿，啊，我就想啊，无来做看看啦。研究一下。嘿，一开始嘛有用南瓜，用水果类的啊，梨，然后个甜柿啊嘛有试过。甜柿里面的总铺懂都种吃的嘛。我去个种甜柿，啊，我都想讲啊无。我用甜柿并青木瓜嘛做过泡菜，以前。青木瓜没做。青木瓜并甜柿去做结合。哦，两个腔下。该是嘛有该做，还讲到甜柿也上到啊，讲到甜柿也上到。啊，我都甜柿啊嘛个南瓜我总要试过，啊，要不然我都试过，我都用豆腐鱼，我用豆腐去做，啊个用个屏东有一间去做个芝麻酱。东好是嘛系手工的，啊，我都用加白麻酱变花生粉啊，变飞机改豆腐鱼，不辣的啦，不辣的，对，然后去做调和，啊，以前嘛就不用个姜黄粉了，中华吃过嘞，啊，两满系冇用啦，啊，两满主要架构都系白麻酱啊，花生粉啊，变啊豆腐乳，我糖豆我刚刚啲吞那有蓝水，刚刚吞了一口，因为我想到那个黄金泡菜嘅米是韩国刚刚有讲到有加个白芝麻，韩国反豆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本来就是黄金泡菜它本来的架构嘛。每个人做的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，对，但是我吃家都会俩几个组合，嘛有去过不同间的原料，啊，去到两万都会定案都会挨两万。主要的原料都会俩，就是定案这个。对，加个香气都会加个白麻酱，加手工个白麻酱，这件东西，佢带出来个味透东好。是个，而且你知道泡菜基本有个水，个水都你追底度，你还会再有尾韵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就是泡菜东想颜色的素材，所以我说菌味真嘅投入很多心思去做泡菜，韩国刚刚有讲到吼。佢快讲嘛个东西，全部就含基的。含有该是个有做橙莓木瓜片。什么？嘛该柳橙的橙。柳橙的橙。梅嘅梅。梅子的那个梅。嘿，橙莓木瓜片，感觉很好吃哎。甜红就种个木瓜嘛。嘿。咱爱都提刨成薄片青木瓜。青木瓜。薄片，啊都用个柠檬啊，柳橙汁。啊，个就暗暝就卤个梅有冇？啊，冻舊的冻糊嗰種。啊，加個汁都凍香有冇？啊，係個加進去，啊，就做個嘛個橙莓木瓜片，啊，嗰時嘛賣凍舊，賣1、2年有。哇！啊，後擺係東西進出來，啊，個要做嘛個豆薯啊，個用個洛神花蜜饯啊，咪就是個8種的洛神花，啊，咪係滷。啊，我就用个洛神花蜜饯去做个豆薯腌豆薯，啊，嘛甜甜的。你感觉懂好吃。我赖金讲，爸爸怎么那么久都没有做？哦，爸爸。佢很爱做，我都冇时间好做。呀，懂好吃嘞，这应该是你们吹又甜甜的感觉。啊，是来
从梨啊。啊，对，松水梨，松水梨，吃起来那个脆口的感觉，然后跟咬下一个口感也是很像，又甜，吃起来那种乳甜蜜的方，因为豆薯本身没嘛干咪稀，没有太特别的味道，它就是水分脆脆，就是这样子。安改都从甜甜都是夏季推出的限量商品啊，所以这个不定期推出，大家都得好好关注一下这个。有喊这样我走，有喊就有给你走。多啊！我们刚才看到君伟安用战斗部卡啊，结束从鼓手到泡菜手，亚歌场当中，亚哈可以有一个动粉戏啦，然后就讲到眼睛都会发光。我们讲唐公一开始其实差不多花有2年的时间，这样结听会战斗部卡。都头前有讲嘛，以前都细汉开始打鼓，啊，都立志讲要加入摇滚乐团嘛。当摇滚乐团的摇鼓手，梦说以后我就要走这一条路。对。我都经搞，搞到后背都如愿以偿嘛，到去乐器公司去学教带学生啊。哇，好帅哦！到去乐器公司，前面我都乐器公司。乐器公司第5种他做爵士鼓就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工作。对。头工做懂翻译都想过，我可能要一生都在这个圈子里面打滚啊。感觉是啊。没想到的就是我爸那边都讲，梦转来听做好嘞。因为我老提到台中上班嘛。佢都讲梦转来。我连晚都做，no做训的啊。佢梦想要转去就错我都想讲，这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嘛。对啊，每天过得很快乐啊。对。该是后生嘛，该是后生啊。见到经讲2年，一礼拜打一头天发了，我哪叫伊嘛？因为这个是很为难，因为你会分析你去搞懂好做的事情。所以嘛该原因不你下定决心说后来转去不卡来做，是嘛该原因终于打动感通你安尼。见到转去的时看见到两条个沙龙帕斯啦，无都马甲，无都关节炎安尼，都落咧嘛。我就想讲我无转去接了点以后明年转去接。因为老铁头弄办法做工作嘛，很顺利啊，你啦。那时候上2年啦，上2年嘛，懂舍不得啊。后尾我就好啦，我转去接好了呀。上2年这样转去。因为这间店的就像一开始讲到的，佢就多几条路，可能无其他嘅店的，就要间店的听听。迄讲人爸爸妈妈还好无可以，佢可能就无人继续接的，就无一间店的，所以一间店的算是。对你来讲，当重要的记忆，佢算一个传承吧，佢算系支持人太汉的一个回忆，一个记忆点，就是那个地方它有很多故事。咱爱想讲，爱无接，可能都倒牙量都冇，就冇梦爱想讲好啦，如果都下定决心来讲，梦爱转去啦。2年后爱都讲好啦，梦爱转去。转都不卡，开始来接苏州泡菜手以后。一开始可能没吃到，某嘛该地方乡从某有这个迷茫的状态吗？时常啊，穷菜都我怎么在这？我连出来就在想说，我怎么现在是在做泡菜？我连现在偷偷的我两外头做泡菜。专业都其实以前时常都成功，让你去做，让你去卖，了都唔去拿兴趣啊，让你去做。到去了中间一年转去1年2年，我都见都天数，嘛又去搞打鼓，开始嘛还有就是交错啊那个。后尾我都跟上讲以前打鼓搞乐团很多人反对，我们还按你搞过来嘛，也是算完成一半自己的梦想了。对。那我想讲，那我把这个想法跟这个信念来转移，就是慢慢改变自己的心态，应该说转移都泡出来了。都开始跟开发了，一转移马上就啪啪啪，东多跟瑞某都进去了。我觉得你现在是泡菜艺术家，你知道吗？从打鼓的艺术家变成泡菜艺术家，正本当我一个感觉。鼓手今日动分析有抢到君伟来到节目当中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再跟本大家好好了解一下君伟哦。君伟很紧张。先问第一题。Q 用周8点钟哦，2选1。打鼓8点钟，也还做泡菜8点钟。打鼓8点钟，做泡菜
动起嘿，起来。真紧呐！该无限的是，主巡5、6点起来，做到可能到深一点、1点凌晨的，有时啊，无限的是。大姑以前冇呀，细汉的是大姑。起来不用了，都是在打几年咯，系啊，冇跳。哦，所以大姑8点钟，早跑才8点钟，不会跳。好啦，鼓手吼，大家做得来好好支持一下军委哦。我知道也系一个动体片的感觉，因为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舞台，啊，唔过伊也下啲个做跑菜，啊，全部都同家个生活环境，同家个生活的关联，全部牵强下。鼓手同感通今日军委同大家来分享的故事哦，什么今日来，谢谢。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停下来做运动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？我记得啦，我来福喜来嘅面数听站，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，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，韩国也影片嘅链接啦，记得我分享出去哦。